万人的印象故事。行路难，其字李白。行路难，其字作者李白。待到如晴天，我独不得出。受着中安下中字，切假别过多礼日。但见作歌做好声，别古王文不清情。淮阴市井小汉时，汉朝公卿记家声。君不见昔时燕家中国外，永徽节节无嫌猜。玉心月夜感温温，世间破胆好英才。朝王别骨应万草，虽人景色风景台。行路难，归客来。谢谢您的观赏，希望您会喜欢我为您制作的影片，请支持我，点击 subscribe， 然后再单击小铃铛。请点击下面观看同一系列的影片。